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今集會同大家介紹小弟測試咗咁多個組合同埋版本，認為最強嘅呂布組隊。隊伍由陳曦、許柔同埋呂布組成。每當對方普攻呂布嘅時候，呂布就會有機會觸發到陳曦嘅技能反擊，而亦都包括埋呂布同人決鬥時都可以觸發到。咁呂布就可以有更多嘅機會發動到當風同埋吹風，去增加輸出同埋降低對方嘅輸出。亦都可以破埋對方嘅指揮同埋被動技。由於呂布用咗出奇制勝嘅兵書去增加技能嘅發動，呂布輸出唔夠多，令到以往版本嘅溫侯功表現唔穩定。而呢一隊加埋陳曦嘅反擊去補輸出，依然都係唔夠。特別係依家嘅隊伍好多都有唔少嘅減傷或者防禦機制，再加上大多數都有2招以上嘅補血技能，冇咗50% 傷害嘅呂布，傷害不足嘅情況之下，好難打出優勢。而我呢一隊本身嘅配置係草船，但係測試落嚟靠錦帆同埋陳曦嘅反擊輸出依然都係唔夠。我最後索性放棄咗草船，換上知己。知己每回合每次觸發嘅時候，大約可以增加到11% 左右嘅傷害，一般都會發動到3到4次。咁佢就差唔多可以抵消到出奇制勝嘅影響。用咗知己之後，唔單止可以彌補到呂布唔夠輸出嘅問題，佢喺第一回合仲有減傷嘅作用，加埋精魚論陣、許柔嘅降四圍同埋吹風，令到呢一隊整體嘅坦度都有唔錯嘅強度。臨危可以用飛弓替換，錦帆就可以用草船代替。不過個人認為係臨危加錦帆係最好。臨危配上呂布高頻率嘅普攻，補血量可以相當可觀。而錦帆配上知己之後，通常都有4000到6000嘅輸出，回血都有1至2000左右。至於天賦方面，我就揀咗以上幾個，咁喺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